马可福音第10章，耶稣离开迄所在，入去犹太地区，过去约旦河的迄边岸，群众阁组织去伊遐，伊阁照常教示因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要试探耶稣，话来问伊讲：丈夫离伊的某合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摩西有互恁什么命令？因讲：摩西允准人写离婚书，就通离伊的某。耶稣甲因讲：摩西是因为恁的心意，才写这条诫命互恁。毋过起头创造的时，上帝造人有男有女，因为这个理由，人会离开伊的父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，因已经毋是两个，是一体。所以，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拆开。因入去厝内时，门徒阁问耶稣这个代志。耶稣甲因讲：无论什么人，离伊的某去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；辜负伊的某，某若离伊的丈夫去嫁别人，嘛是犯奸淫。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，阿姨甲因换手祝福，门徒甲因责备。耶稣看到，真生气，对门徒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耶稣就甲因抱，换手祝福。耶稣拄要出外时，有一个人走来，跪伫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好诶，老师，我着做什么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若会讲我是好，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：毋通杀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毋通诈欺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应耶稣讲：老师，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注目甲伊看，听伊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你去卖所有的，来分互散车人。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个听到这句话，面失色，忧忧愁愁离开，因为伊财产真多。耶稣四周围看一轮，甲门徒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困难。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，非常着惊。耶稣阁甲因讲：细囝啊，入上帝国真正困难。落刀穿过尖片，嘛比好野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门徒搁较着惊，大家讲来讲去。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着救？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讲：这个事人做袂到，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逐项拢会。彼得就甲耶稣讲：阮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。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，若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放杀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、老爸、囝儿，甲田园，伫今世会得到百倍的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、囝儿，甲田园，阁有迫害伫来世袂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总是真侪第一个会做上落尾，上落尾的会做第一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伊行伫头前，门徒感觉真奇怪，地人真惊吓。耶稣搁一遍带12使徒去边啊，
将伊特别拄到的事，甲因讲。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未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为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，因为甲伊彼人废烂、鞭拍、害死。3日后，伊未搁活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行进前，甲耶稣讲：老师，阮所求的，请你甲阮成全。耶稣问讲：恁爱我甲恁做甚物？因讲：你得到阳光的事，请互阮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毋知家己在求甚物，我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；我受的水，恁会当受袂。因讲：阮话，耶稣甲因讲：我所啉的杯，恁要啉；我所受的水，恁要受。不过坐我的正边倒边，毋是我会当互人的。上帝为着什么人准备，就互迄个人。其他10个门徒听到，就对雅各甲约翰生气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恁知，伫外邦人的中间，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的，做主甲因管辖，因的领袖甲因支配。不过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正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毋是来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。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，因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，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，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价就发：大鼻的囝耶稣，怜悯我！真侪人甲伊责备，叫伊点点，毋过伊愈大声发：大鼻的囝，怜悯我！耶稣停骹讲：叫伊来。因就去叫迄个盲人，甲伊讲：安心起来，伊在叫你。盲人就将外衫脱掉，跳起来，来到耶稣遐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盲人应讲：我的rabbi，互我话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转去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啦。盲人随时阁会看见，就跪落地耶稣。